咱开始来读这个出师线哈。顶回看是读到第16页，看卖啊哈。线顶文本有搭伫咧 chat room 哈，线顶文本的网链哈，你家己去 chat room 找哈。或者是顶头拼 link， 我来当看我直播的这个画面哈。就去请伊上兄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因讲，就是伊欢喜，应该是这哈。老大家叫大川，冠世龙叫伊做大头的。大川讲好，我倒也在想过，顶回应该伫遮讨论遮久。我讲过来是啊，就去请伊上兄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因讲，这个应该是因讲吧？飘音个飘毋对吼，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吼。好，安尼对，顶回应该是读到这只吼。好，来，好，马文甲文印好吼。来，好，咱开始来读吼。这段我先解说一遍吼。顶回读到讲，志勤已经算零散的事啊，但是敢若无啥顺序的感觉吼，所以呢，老大人就是这大川氏的老母吼，就讲听讲伊个上兄祈祷真有效安尼，上帝有保庇，所以去甲请来甲咱祈祷者安尼意思吼。大川氏就讲好，过来就是大川氏吼，伊讲毋是讲吼，大川氏就去请伊吼，就去请伊个上兄。上兄问讲，上兄是咱之前有读到讲一个青面伫哪里唱上迄个圣诗歌吼，一个青面人吼。伊就伫这小说底下就叫伊上兄吼，上就是唱上吼，唱歌啦吼，念歌词啦，念字歌啦吼，叫做上吼。上兄就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吼，因为伊嘛知影讲，即个基督教伫咧台湾，若无拄好引起家庭的纠纷吼，所以恁老大人若无欢喜去吼，可能着是爱小考虑者吼。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吼，这是台语的表现法吼。我想看嘛，华语敢有？华语有，但是无遮尔简杂吼。华语可能讲，这个您家长辈高兴才可以哦，其实嘛是算诚简杂啦吼。就是讲即个通字是台语高一字通就会使吼，但是华语可能都无法度用通字吼。好，恁老大人欢喜才通呢吼，就拄则我华语解说的意思吼。因讲，这我拄则讲飘音可能飘毋对啦吼，因为这只应该是甲含即个大川的对话尔吼，无因啦，无即个 plural， 无几个人，应该是干那顾即个人尔吼，顾即个人甲伊因，所以应该是因讲吼。因是第三声，但是伫遮爱变调，去伫头前变调。因讲吼，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吼。就是因为伊欢喜啊，我才就是因为伊叫我来嘛，伊欢喜叫我来吼，我才敢来叫你，无我才毋敢吼。我等于就出代志吼，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吼。上兄个问。上兄就个问吼，
也恁牵手会爱无吼？即只要安怎读呢？即、个也字就是 also 吼 ，as well 吼，就是讲恁牵手敢也有欢喜无吼？恁牵手吼，就是恁牵手是台语一个足水的即种讲法吼，就是讲你的你的翁婿或者是你的某，翁婿较罕咧讲牵手啦，一般是讲某吼，会讲牵手吼。来查一个。KHAN 手 CHIU 第二声牵手吼，第一个是手牵手嘛，这毋是咱即嘛要讨论的吼。第二个意思就是某吼 wife 吼，所以讲阮牵手的时阵，是讲阮某尔啦吼，无伫咧传统上无人讲先生讲。即阮牵手啦吼，一般是讲某。等下吼，我看一下日文版。好，日文版第二个意思是啦，卡卡这是啥物意思？我毋捌听过日文的即个卡卡，芝麻吼，芝麻这知吼，芝麻。还是加奶，还是加奶款吼。尿布，这拢是某的意思，拢是外法。日本足侪讲，日语足侪讲法啦吼。当然，台语嘛有牵手吼，有阮头的吼。等下讲头的吼，牵手吼，阮牵手就是阮某。若要讲先生呢，有几种讲法啦。等下先讲阮某有几种讲法。阮某一种吼，即阮某，即阮牵手。这还有啥？我敢若听过这两种尔咧吼，无其他啊吼。华语内底中文内底迄种歹讲法，我就袂讲啊吼。阮某阮牵手吼，这是足大班吼，足大班，足好听的讲法吼。你听起来嘛，讲起来诚浪漫吼。比华语即嘛，逐个通行伫台湾，尤其台湾通行迄种对华语迄种俗称的讲法，实在是高明太侪吼。华语是够歹听啊！我是听逐个安尼叫，才感觉足插耳的就对啦。逐个叫我惯死，少年囡仔吼，叫吼，是听啊只够恐怖吼。好，这是阮牵手。若要讲先生呢？就是阮有拄则讲 my husband 吼，阮先生。阮头家，当头家有人甲简称啊，即阮头的吼，即阮头家，即阮先生，佫有啥物呢？即阮翁吼，即阮翁，佫有啥？你若有想到办法，你留一个字的吼，我即嘛一时也想袂着。好，差不多是即寡讲法啦吼。当然伫即嘛即个时代，咱要吹讲台语，毋是吹煞闽南语吼。我安尼讲的时阵，逐个当掠着我的意思。其实是可能我家己发明的吼，就是讲台语是一种倒着时代进步，而且呢是有进步思想吼，一种语言吼。闽南语在我看就是一种古仔古草内底充满各种的即种歧视吼，各种的即种歹话的迄种语言叫做闽南语。我对台语甲闽南语的分法和一般吼分法较无共吼。伫政治上，我讲我坚持讲我讲的就是台语吼。你讲含话问话无差别，确实无差别。即个唯一的差别就是伊叫做台语。安尼你若要安尼讲，我就是足简单的政治上的差别。我坚持伊是一个将来要建立一个家己国家主体的一种通用语吼。好，咱即摆我无爱讲即方面，我即摆要讲是讲另外一种，可能对社会学的观点看来，就是讲
我坚持我讲的叫做台语，毋是闽南语，因为闽南语伫个社会意义上，伫个文化意义上是落伍，是足侪歹思想、歹讲法，吼，一种语言，吼，你做你讲闽南语，迄恁兜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台语，好，安尼，我表达到遮，所以咧，咱即嘛转来讲遮吼，我讲，为什么讲到遮来？讲到牵手，吼，讲到阮先生，吼，好，就是讲，我要吹杀台语，所以我要吹杀是一种有进步思想，内底无充满各种歧视、各种大汉欺负细汉，吼，强欺负弱，吼，即种诶，迄种闽南语式诶语言，无，我要吹杀诶是台语，吼，台语内底，你要安怎表达讲你对你另外一半，就是讲你诶先生恁翁还是恁某诶即种叫法，吼，当然一般上通俗就是即阮翁即阮某，吼，即绝对无问题，吼。但是伫个即马，我当然我对什么性别平权吼，有我家己诶看法吼。我当然支持讲男女应该平等，但是其实我无支持男女不分。我对即种其实是心内无解，心内感觉无啥会当接受啦吼。我认为讲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分互清楚。男有男的天性，女有女的天性，咱拢爱尊重吼。毋是讲你安尼就是用一寡负面的印象来套入去，你就要讲迄种歹的话吼，我就无爱讲啊，无爱示范吼。就是男女，咱尊重伊，咱分男女是因为咱要尊重伊，咱要尊重伊的天性吼，毋是要来配赏伊的天性吼。这是差别是伫遮尔吼。好，若要示范就是讲，你会当讲哇，你水敢若一蕊花吼。我即嘛是安尼讲尔，我无爱讲男女话。你水敢若一蕊花，就是我咧日语叫做好米，我保米，我咧学落你天性的好的部分。你莫讲你300敢若一蕊花，明明是花，你讲300敢若一蕊花的时阵，你着对花迄个印象就是负面的。所以我安尼讲，即个例应该听有吼。对男女，我尊重伊天性，我袂用伊负面的物件来表达，安尼就对啊。吼，你会当讲你水敢若一蕊花，你莫讲你300敢若一蕊花，吼。当你安尼讲时，就已经甲迄个负面的物件灌入去即个男女的即种即个名词内底啊。吼，好，讲到遮，好就是我要表达就是讲，所以咱伫咧讲阮翁阮某的时阵，你若有内底有即种负面的物件，其实我感觉是无好。台语是听起来是，我认为是无啦吼。当你讲阮某、阮牵手的时阵，吼，并无即个任何负面的即个意思伫内底。讲先生，讲这是阮先生，这是阮头家，我认为这嘛是好的，我无认为讲这内底有歹吼。就是讲，当你愿意家己退一步。互别人做大，我认为讲这是好的品质啊，这是人好的品性，这毋是歹啊。逐项你着要拼第一，你着要我先，我第一，我感觉迄是歹的品质，迄是足歹的品性。就是讲今仔日你是主张讲男女平权，还是讲你要徛伫个男女的即个角度来讲，我嘛认为讲你逐项拢要甲我第一吼。当然我安尼讲，我做一个查甫人，我无即个立场讲我主张讲一定讲你爱叫讲这是阮先生，还是阮头家吼？我无安尼主张，我是讲当一个查甫人安尼叫的时阵，我并无讲伊内底就已经有负面的物件伫内底。就是讲，等于安尼讲，我认为伊是咧讲你水敢若一蕊花。就是讲，我看即个查某人的表现，伊所表达的，我就感觉足水的，我听起来我就感觉足水的。这是阮头家，这是阮先生。安尼理解无？我希望会当理解，莫误解吼。当然我毋是讲主张你安尼讲，你会当讲阮翁啊，我绝对无讲你绝对袂当讲这阮翁吼。那敢听起来讲拢平辈安尼，无做你讲袂要紧，无问题吼。我吹杀的是台语，好，来讲到遮。
讲啊对啊，对牵手开始讲起啦吼。上兄佮问讲，爷恁牵手爱无吼？即只我伫咧想讲，即要安怎读啊？即个爷字本来是偶数，是尾吼，但是伫遮放伫咧上头前是要安怎讲呢？那放伫后壁我写遐，恁牵手也爱无？吼，即我遐讲，但是放伫咧上头前，但是要安怎读？爷转去，恁牵手爱无？怪怪吼。若无爱转去，爷恁牵手爱无？即嘛怪怪啊，所以即个写法我则毋知要安怎读吼。因为我若读爷，变第三声去啊，怪怪吼。好，来，咱搁继续读落。大川讲，迄运动吼。大川意思讲无问题啦吼，迄运动。老卡若是听有欢迎啦吼，所以咱一讲听无随走吼。我其实我感觉足清静诶吼，我足讨厌一寡来闹场诶吼，尤其是一寡西南人吼，足扯啦。我来闹场直接我就踢出去啊吼，啊是我写文章若当面你乱诶，我直接踢出去啊。我连下面讨论诶即个。你会使讲耐性都无，我连下面讨论的耐性都无啦吼。大川讲，迄运动吼无问题啦吼，运动吼，即运动啊，运动歹势运动，伊是等于写运动吼，即运动吼。大川讲，迄运动吼，运动无问题吼，运动阮牵手绝对爱吼。上兄讲，好应该是好来去吼。好来3吼来去吼，好来去吼。因为你若变拢三字拢连做伙变做好来去吼，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啊，这毋是好来去。伫台语是另外一个意思，讲即个人好好交陪好斗阵吼。就伫遐逼切祈祷吼。所以因就去啊嘛吼，去到遐，去到位就伫遐当然是到即个大川因兜嘛吼，就伫遐迫切祈祷吼，迫切是心内迫切吼，真急切啦吼，迫切吼，求上帝赏赐，求上帝赏赐，赏赐啥呢？赏赐快乐吼，互富人人。求上帝赏赐快乐，互富人人，帮赞婴仔快快出世吼。即拢无啥物好解释吼，都是字面上意思尔，嘛无啥物特别的词伫内底吼。求上帝赏赐吼，赏赐赏赐吼，赏赐快乐是赏赐赏赐啊吼。我毋知影华语会。迄个搞破音吼，求上帝赏赐快乐，互富人人，佮若是帮赞婴仔快快出世。好，这逐字拢知啦，读过。也互即口罩全家人定头生来信你吼，后壁是宣告啊。也互即口罩全家人。来定头生来信你吼，即口罩就是全家人吼，即口罩含全家人是共意思，读做伙啦吼。即口罩全家吼，全家人吼，罩就是较早古早时代你兄茶煮物件哦，在座大家拢知啦吼，免解释啊。老卡可能听无吼，即口罩就是讲伫古早时代用一家一户有一口罩嘛，吼啊，规家己用一口罩嘛，所以当你讲一口罩的时阵，就是毋是讲迄个罩啦，吼，是讲恁兜的即个规家口的人算做伙吼。好，恁即口罩全家的人吼，定头生来信你吼，就是希望讲啊，你保庇因吼，有人赐予快乐
鞋仔咧，互伊帮站，互伊快快顺利来出世吼。安尼，因会当定头生来胜利吼。定头生，定头生啦吼，阮会腔口安尼讲吼。你若伫个即个，你若是伫个华语教会吼，或者是读合办圣经，伊会读做重生吼，重生就是定头生。我拄好前两工看人伫个网络顶问讲，华语的重生是毋是国外吼？是毋是国外吼？国外其实你若讲照伫个教会较正确 accurately 吼，较正确的翻译，国外是复活的翻译吼。所以伫台北教会长老教会，因讲复活节因叫做国外罪吼，国外罪。吼，所以你用国外来翻重生是无介正确吼，正确的重生的正确是定头生吼，定头生。所以复活是国外，定头生重生是定头生吼。若要讲起到即个伫个宗教意义上，啥物叫做国外，啥物叫做定头生？国外当然就是四国外啦吼。定头生是啥物意思？我就无爱搁深入搁讲吼。当然定头生就是简单讲，嘛是就是讲你旧的迄个人已经死，你即嘛是一个新的人吼。定头生吼，定头生啥物意思？重生的定头生本来是讲你入去母胎内底，佮定头佮生，甲你生出来吼，即叫做定头生吼。重生你个有时你想，你无迄种无迄种位面吼，无迄种实际上 physically 的定头生的位面吼，定头生较有啦吼。重生你就感觉若敢若是精神上我旧的迄个精神上已经死去，新的即个精神上，我即摆讲精神是讲迄个spiritually 啦吼 ，spiritually 吼。你已经旧的死，新的活吼，新的出世吼。但是伫台语讲起来定头生，可能较有迄个画面啦，较有迄个画面讲，你就是 physically， 你就真正是入母胎，佮定头佮生出来，安尼吼，定头生吼。好，这是定头生吼。咱即段读到遮吼，我废话讲足多，但是希望各位会当学到物件啦吼。好，若方便，咱就开始一句一句来读吼。就去请伊上遐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好，马文应该无问题吼，读到遮。就去请伊上遐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呢？好，来，粤文讲法度，你尽量吼，无法度我甲你补嘿。就去请伊上遐问讲，恁老人欢喜才通才通呢？嘿，对，嘿，粤文我感觉诚感动，我听你读我感觉足感动，因足认真要甲读哦。嘿，好，感谢，好，过来，应该是应讲吼，应讲，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马文。应讲，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粤文。应讲，就是伊欢喜，我才敢来叫你。嘿，上兄阁问。也恁我读也啦吼，也恁牵手会爱无？来，马文。上兄阁问，也恁牵手会爱无？马文，你会安怎读即个也哩放伫头前读？因为伊写第二条，所以迄个也，青华教授是甲伊写迄个也是的也汉字。迄个汉字中文翻译是意志的意啦。哈。伊是用迄个汉字。伊是用迄个汉字也，对啦，就是本来即个也就是迄个汉字也嘛是即个，但是迄个汉字也毋是 as well， 毋是 also。迄个汉字若用，我想看觅吼，英语。
or， 可能是 or， 就是 or 吼，英语迄个 or，yeah， 就是迄个汉字 yeah 吼，应该是若要翻做英语是应该是 or。OK， 上遐搁问 or， 恁牵手会爱无？我感觉直接用 or 嘛怪怪啦吼，因为头前已经甲讲，头前已经即个大选已经甲讲啊，伊阮老人有欢喜嘛，所以即嘛就是变成一定是 as well 嘛，一定是 also， 袂来 or 嘛，袂互搁你另外选一个。头前若讲阮老大人敢若我毋敢甲讲呢，吼。毋敢甲讲，所以伊就会问讲恁恁牵手会爱无？就是讲 or 恁无袂要紧吼，恁老大人你毋敢讲恁牵手本身家己有爱无？等于即只若要安尼表达的时阵，就会当用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应该是音标毋对啦吼。马我毋知你安怎看吼，这是我的解释。因为迄个东方电伊的的第二条是有迄个游玩迄个游的意思。游玩。你是讲汉字，伊汉字写佫写，伊佫写迄个游嘛吼。伫汉字迄个游一般要表达的是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摇，摇袂吼，一种是游玩。对，所以清华教授嘛无认定伊调符有毋对无？清华教授就是伊是伊的第二条。毋过伊的汉字是写意志迄个意的意。东方电的台语伊是家己写游玩迄个游的汉字。来，咱来查一个啊，即几字啊诶，即个伫台字典的解释吼。首先用汉字来查看卖好啦吼。张如虹教授的即本《天真小词典》伊的第二条，当然几个读音是拢即种，应该讲即个读音第二条有几个意思嘛。其中一个是甲伊做复数，即若准讲做复数，伊的翻译是仍然。看伫遮就是变成讲，即位教导信徒，毋知伊的身份嘛，刚才上兄就讲，先按老大人开始问嘛，恁老人欢喜才通哦，伊知影伊即摆搁新娶一个某，问恁牵呢是爱啊无啊？所以就变成有可能伫遮是变成连线还是接线？所以即个接线，即个野字会变成讲。有一个顺序，或者是要讲 or 还是 also， 敢若拢讲会通。反正因问的人就是先问老人嘛，即马回答讲无问题，再搁问落来，安尼某咧，安尼。我即马即个也请讲，歹势。袂要紧袂，我甲你拍断。你讲说。还未差不多，就讲即个也伫遮就是要讲。是 or 还是 also， 敢若拢原来嘛讲会通，只是对我来讲嘛，我嘛敢若今仔日进前嘛袂晓安尼用，该用第二条安尼，嘛袂晓安尼用。好，来，我即嘛看即个大字大词典吼，当然我用汉字去查即个字吼，伊是还是拢会使吼拢会使，我去查即个汉字吼。意志迄个意吼，我感觉咱就有新的得到，甚至会当伫遮来解释会通吼。来，咱来看吼，伊讲R 吼，就是因为爱变调啦吼，R 吼，当然这是我的变调吼，我的腔口 R， 或者是伊无看伊有雅士，伊嘛有雅士吼，头一个甲落尾一个吼，拄好拢是雅士的词吼。
伊个规则就是讲，或是或者乃至吼，就是或是或者或乃至吼，就是我拄则英语上简单的简洁的翻译就是 or 吼，所以就是无毋对吼，我语感内底理解是对的吼，就是即个亚字就是也 or 嘛吼，吼是即个也是迄个吼 ，this or that 吼。来，这是例句，后壁即个例句，头前是也是的例句，后壁是也是的例句，也是的例句是讲，即个也是迄个吼，伊也是好人，听也是袂晓听吼，即个也是迄个，这是 this or that 吼，伊也是好人，这就是拄则马文讲。迄个要理吼，伊犹是犹原是啦吼，我讲迄犹太人迄犹原是好人，伊也是好人吼。伊用伫遮，我认为我语感听起来是安尼吼，应该毋是 or 吼，听也是袂晓听吼。即只听也是袂晓听，其实毋是 or 吼，毋是讲你听我是听无吼，毋是吼。其實我感覺也是伫遮若要講 or 是毋對吼，應該是聽，這應該是有關跟含原有關相關意思啦吼。聽有關聽袂曉聽吼，就是講到聽伊嘛是聽袂來吼。這是也是吼，就是講有拄則我拄則 or 或者是馬文遮講的迄個有關是迄個有關，有關英語版咱翻落一下想袂起來吼 ，still 哈 still 哈哦 ，OK， 所以有 or still 的即個 yeah， 但是呢，伫遮咱轉來毋是伫小說遮吼，講 yeah， 恁牽手會愛無吼？即只講 or 嘛毋對，講 still 嘛毋對。咱來看大理大書店遮有一個，我拄則有看到，我感覺真趣味啊吼！伊遮講對者，也若無，也若也若無你則來。那安尼倒吼，就是当然咱即个上遐表达的毋是也若无，伊是表达是也若是。即个也哩，我感觉伫遮用也若是来解释就对啊。吼，当然毋是也若无啦吼，伫咧大理大書呢，伊是也若無，也若毋啦吼，伊是用否定的表達法來做即個事吼。但是是也若是吼，毋是也是哦吼，毋是 or， 毋是 still， 是也若是吼，是也若是咱若先看也若無的解釋是講，那安尼就安怎吼？比如講也若無你則來吼 ，if there's if no then you come 吼。if no 就是 if 啦吼，若也若是就是 if yes 嘛吼 ，OK。咱轉來遮小說遮講，呀，恁牽手的愛無吼？即隻就是講，拄則是講，咱直接用大理大書店的解釋講，那安尼就安怎？那安尼就安怎吼？也若無你則來，那安尼就你則來吼。好，過來即隻是講，那安尼，過來就是講，恁牽手會有愛無？即一個也哩，就是有安尼意思，就是講，那安尼則安怎吼？也若無你則來，也若是你則來，吼，這是大理大書店的例句啦。也若是你則來，也若無你則來，吼。也若即句我敢若捌伫咧別個小說啦、別個所在看到，就是直接足簡單的，就直接問講，呀恁某咧，呀恁某咧，就是即個呀。嘿，你的呀恁某咧是應該是是 IH 吧？伊會變調無可能，因為 IH 啊 ，IH 伊可能變調變第二調，所以我咧懷疑講。
迄个时阵牧师伊咧写诶时阵啊，是毋是一寡字音伊会写变调以后诶音？我无确定啦，因为IAH 这字第四条会变调时阵会变对第二条嘛，较晚第二条诶音啦，啊，所以伫遮直接写第二条，啊，所以即句是讲呀，一字一字它是呀，吼，恁牵手诶爱无，吼啊，等于是一个完整诶语句嘛，啊，毋过我来讲，我敢若捌伫咧别个可能小三我袂记食，伊就迄句话就叫呀恁某咧，意思嘛是原来讲，啊恁某马也跋，还是讲恁某进现主是伫倒位，就呀恁某咧安尼。啊，即摆我记诶迄个咧呀恁某诶即个呀，到底是 IAH 还是 IA 第二条？我嘛无确定咧，我袂记迄阵我看到是安怎。所以伫即单车就歹势你讲。我认为伫遮题的“亚”字吼，你若用台语大词典的“亚那西”来解释，就会通啦。当然是简化去吼，亚那是恁牵手的啊，亚那是恁牵手的爱无？意若是啦，就是你拄则讲的迄个昆华兄所写迄个意志的意吼，昆华老师所写的意。意志的意。对，意若是吼，也若是恁牵手的爱无？当然，若是感性起来，也恁牵手的爱无？吼。啊，当然我安尼解释时，迄个也字爱读高一字，而且袂使变调。也恁牵手的爱无？吼，就是也若是啦，吼。好，即个罔参考啦，吼。即个正确答案无介重要吼，上重要是伫咧当中会当学着即寡表达法吼。拄则咱再看一个“亚”字尔，佮拄则上煞要看是个犹太人迄个“犹”字吼。第三，我拄则讲有两个解释啦吼，一个是“要”哦，“要”。我读要啦吼，譬如讲要无吼，要袂吼，迄个要吼。啊，有另外一个读音叫做阿袂吼，阿袂，我这是台语大词典修法吼，讲阿袂吼。另外一个是摇久，毋是摇久，是悠原吼，我讲悠原吼，悠原无变，共款吼。啊，拄则要是 not yet 吼。要是 not yet 啊，这只犹原是 still 吼，所以这个 still 当然拄则讲迄个迄个也无，迄个也字会当我若要写即个汉字，犹太人犹嘛是会使，但是伊无，伊是昆华老师是写意志迄个意吼，也若是吼，所以伊若写即个犹原的犹字，应该是毋是 not yet 吼，绝对是即只是 still 吼。但是无啦，伊嘛毋是写即个吼，所以伫遮先煞学起来吼，就是即个犹太人的犹字伫台语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 not yet， 一种犹未吼，你记例词就好，一个是犹原 still 吼。OK， 好，咱转来小说家吼，即个虽然简单，咱其实会当学足侪物件吼。9:43分啊，咱甲继续读到了吼。拄则语文也袂读着嘛吼，语文来你家己看你要安怎惯势读吼，拢袂使。头前去惯势你安怎读就安怎读。恁牵手的爱无？安尼头前你看你要安怎读，随在你。开放式。只上兄佫问，也恁牵手的爱无？牵手的爱无？哎是。三年我毋知影你有显着无？方便嘛？你若方便，你要读会使读吼。阮即马读第16页第三段，第三段中有一个浪芳头前两句讲，上兄佫问，也恁牵手的爱无？吼，即个浪芳顶头即撮对啦吼。好，你若方便你读，无方便咱继续吼。大川讲，嘿，文档来，马文。大川讲，嘿，文档。好，玉文。大川讲，
嘿稳当，上兄讲好，来去，上兄讲好来去，嘿，即个来历会变调有腔口差吼，所以随在你家己惯习就会使吼。来，译文，上兄讲好来去，就伫遐迫切祈祷，求上帝赏赐气力，互富人人，到遮来转吼。就伫遐迫切祈祷，求上帝赏赐气力，互富人人。马文。就伫遐迫切祈祷，求上帝赏赐气力，互富人人。我会使读。好，来，3年小等下，译文先读。好，就伫遐迫切祈祷，求上帝赏赐气力，互富人人。啊，若赏赐其实爱佫变调，词嘛爱变调，赏赐富人气力，赏赐气力，赏赐气力，嘿，互富人人。3年来，你看你要对倒读起拢会使吼，啊，但是读到遮，读到赏赐气力互富人人遮。即个上兄讲好来去，就伫遐迫切祈祷，求上帝赏赐气力，互有能人。是，我相信恁即马拢家己有法度读白话字安尼，我感觉即着达成我要教各位的目的。我干那要教各位惯势读白话字尔，有法度读白话字，看着掀开一本白话字的纸，袂惊讲你若要安怎读吼，袂惊你就有法度家己读啊吼。好，咱继续读落吼。帮赞婴仔快快出世，到遮好了吼。帮赞婴仔快快出世，马文。帮赞婴仔快快出世。来，译文。帮赞婴仔快快出世。3年。帮赞婴仔快快出世。婴仔有腔口啊，无共吼，阮讲婴仔啦，其实阮拢讲婴仔吼。毋是歹势，阮会讲婴仔，阮会讲婴仔，阮会婴读本调吼，婴仔吼。啊，婴仔是甲啊字读第2声嘛，但是你若讲阮的腔口要写，应该是婴仔后壁啊是可能是 h 吼，婴仔吼。好。过来继续吼，也互即口罩全家人定头生来信你，马文。也互即口罩全家的人定头生来信你。我都老交一个下去吼，感谢马文。来，译文。也互即口罩。也互即口罩全家人定头对，定头生来信你，嘿是，定头生来信你，嘿真好。来，3年。也互即口罩全家人定头生来信你。嘿，真好。OK， 好，来即段读煞，我看卖时间剩10分钟，好，有偌济读偌济吼。来，我先甲即段后一段来解说一下。祈祷煞，囡仔，我先甲读一遍啦吼，互大家知影故事。祈祷煞，囡仔即时晚叫，佫是后生，佫是后生。头前是生，接着又来生啊吼，因为即个江泉南江严重。大家讲，
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大家讲上兄上帝较有啥上兄讲，上帝毋是我的那定是天骹的公家的，咱大家拢有份，所以咱逐人拢着敬拜伊才会煞伫因为上帝是保庇照顾世间人后壁就开始唱歌这歌戏音乐就走落就唱落去所以我唱到遮就等下后一撮再来唱祈祷煞。囡仔即时晏叫过说一个祈祷煞无啥好讲。囡仔即时就是即马来对神仔来的一个大家足爱用的台湾人修神仔化严重到什么程度？立马即马已经袂晓讲立刻袂晓讲随时袂晓讲，敢若会晓立马即马敢若徛尾尔。囡仔即时就是立马晏叫囡仔即时，但是台语请各位毋通啉嘛即嘛台语就是即时，就是随时伫个instantly 即时随时英语敢若讲at once and now and now at once at once 反正就是讲法嘛，或就是即嘛就是 right at this moment 囡仔即时晏叫随囡仔随出世祈祷煞尔祈祷煞，所以迄个时间点是当时祈祷煞迄当阵即个即时就是迄当阵。囡仔即时晏叫就是你形容出世你吼的声啦就无爱阁继续讲阁是后生当然是因为国字感觉怪怪阁是后生阁是后生就是讲若平安顺时出世而且阁是后生，即个阁是后生，其实内底藏一个，即个国字其实藏足侪意思内底你平常时咱讲话其实足容易有即个毋是问题，足容易甲你的表达，甲你心内所想表达出来，就是靠即种物件。过来即个国伫咧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你所想的，你自然会讲出来，你自然会。我原文安怎我无法度一句正确去甲看出来意思就是讲，你心内所想，你自然就会讲出来你想啥物，你就会讲啥物啦，这是足自然的而且这个是后生，为啥物国字伫遮啥物意思？表达啥物意思除遮我讲哇，伊伫咧平安出世又阁是一个查甫囡仔毋若是平安出世尔，又阁是一个查甫。即个阁毋是讲进前捌生过头一套，这是第三套阁是后生，毋是，这只毋是第三套，毋是第二套，这只是头套尔。但是阁是后生是讲，毋若是平安出世，又阁是一个后生但是为什么又阁是后生？若是查某囡仔，伊敢要讲阁是查某囡仔？即个国字表达直接表达啥物意思就是表达重男轻女的意思伫内底就是讲，我毋若是平安出世而且呢，佫较好诶，就是讲，佫是一个查甫囡仔所以即个国字其实已经表达拄则内底心内一寡意识形态伫内底这绝对诶啦咱平常时讲话绝对会出现即种代志你袂讲我尽量我强我中立啥物迄种骗笑诶代志，你三个囡仔你互骗袂要紧，你相信讲伊会是中立。我从来袂相信这，所以我较早我就甲各位讲，即个世间无啥物中立诶，大家拢有立场，我诶立场我讲甲足明白我当直接落拆明就是安尼，就是讲你无法度做甲中立啦，你绝对有立场，每一个人拢有立场，立场是啥物意思？立场就是你所徛迄个所在，就是叫做立场嘛。你所徛迄个位置，就是立场嘛。啥物人无徛咧？是浮伫咧半空中，无迄种人嘛。大家拢有立场，拢实实在在徛伫咧某一个所在，所以你绝对有立场拄则是基督徒，因本来就是较重视查甫的，这是圣经内底所教的咱无必要去牵一番，圣经就安尼教，安尼信嘛是，这是一忠实的信徒才有即种想法嘛OK， 所以我伫遮甲即句。
那你讲，张如王教授啊，张如王教授伊甲即个 KOH 啊，伊有一个个人的艺术，果然是后生。嘿，就讲，因为伫伊读着即种，阁是安怎的时阵啊，嘿，我大概袂甲伊理解做 again，我袂甲伊理解做 again，所以伫即搭遮啊，较受影当中啊，就是第一时间就掠准KOH 就是 again 啊，安怎毋过就是手头字词典就是随现嘛吼。张如王教授伊甲即个 KOH 伊第三个，啊第二个就是当做复数咧用，爱即个复数啊，伊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伊用中文解说居然啦，啊第二个是果然啦，阁有影呢，果然是真的嘛，所以伫即搭遮就是讲，祈祷煞囡仔生出来平安顺散嘛。较早无法度事先就知查甫知某，啊，所以祈祷煞了顺散，果然阁是后生，就敢若拄则所讲诶，大部分诶人拢望会出丁嘛，啊，所以伫即搭遮，即个歌毋是 again， 因为头前我免来 again， 所以即个歌绝对是，毋是绝对是啦，就讲应该毋是 again， 啊，所以张宏教授伫即个遐所修诶就是果然，果然是真的，果然是男孩。可能是我感觉即个意思会较符合政府的伫即搭遮迄个意境啊。好，感谢马文吼。上确定的解释就是讲，伊毋是 again 吼，伊是头前啊，即是头一套嘛，无可能是第二套、第三套。伊要表达毋是这，伊要表达就是，会当用昆华教授的迄种解释啦吼，果然是，或者是我拄则解释就是讲。And then 就是我头前表达的讲煞 ，and then 然后我要搁表达一项，而且即项搁较重要哦。And then 当然无一定较重要，但是伫咧语气上，你即马看到是搁较重要，就是搁是后生吼，毋若平安顺散，搁是后生吼。好，啊，你的英语内底，当然你袂遮，伫遮你袂用 again 啊，但是你可能是。And then 吼，就是你若台语大词典遮有两个意思吼，一个是搁再当然是 again 嘛吼。第二个是但是吼，若是但是的看，我看毋知是若是还是但是，我看咱看例词啦吼。again 就是搁几个月吼，搁一个吼。另外是第二个意思是若是但是，我要互伊搁毋摕吼，我要互伊搁毋摕，但是伊毋摕吼，即但是若是啦，拢会使。伊搁毋来，伊搁毋是安尼吼。好，我要互伊搁毋摕，即是语气上颠倒是倒反过来吼。我希望安尼行，但是伊行另外一项吼。所以即几句应该是迄种曲啦。确实，吼对，确实嘿。我要互伊，确实伊毋摕吼，伊却毋摕吼，伊却毋来，伊却毋是安尼吼。啊，伫遮曲伊呢，咱若转来即只讲。教授针对这意思，伊就讲，惊寒阁毋加穿衫。嘿。对，惊寒含穿衫，应该是既然若惊寒，就加穿一寡衫嘛。是嘿。啊，结果却是。惊寒阁毋加穿衫，所以迄个课伫遮就是却怎么样？应该当做一个连接词啊。环倒变的意思，嘿。主动顶悬迄几句的意思应该是安尼。嘿，用伫遮可能用伫小说遮可能无讲介妥当吼，阁是后生，咱并毋是反倒转的意思。我认为无啦，我认为无。对，毋是啊，毋是啊，应该拄则是果然的意思。果然吼。果然是后生，或者是讲 ，and then 就是你若会当讲搁再是啦吼，但是即只搁再是含迄个 again 毋是共意思，毋是讲这是第二个吼，毋是 first second 迄种顺序上的搁再是迄种，当然是顺序上的搁再是语气表达上头前迄个语气表达了，我还未结束，我后壁搁来一个吼，搁是后生安尼吼。我要表达搁后壁搁较重要即个意思吼，搁是后生。好，不重要吼，重要是即个果字伫遮吼有表达讲，伊有
伊是安怎用的吼？伊是要用来表达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意思伫遮吼。佫是后生啊，是毋是后生？后生是毋是重要吼？我伫遮无爱讲啊，因信教的人，基督教本来就对查甫就是重男轻女，这是一定有诶啦吼。就我就无爱加讲啊。好，时间呢？拄好10点煞啊，敢若讲到遮，佫是后生。我讲嘛好，啊，甲讲好煞啦吼。大家就讲吼，大家就讲啥？哇，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吼？若顺利顺散吼，哇，佫生后死吼，若敢若你无来祈祷，生查某相款咯。大家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吼？你若无来祈祷生查某，无啦。大家讲安尼意思吼，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吼？较有啥灵啥吼？这著免加解释吼，零啥迄个啥吼？讲啊，即间迄间单的不啦，真有啥吼，真有零啥吼。好啦，这我都无爱评论去查吼，零啥意思吼？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咱来甲读一下啦吼。啥物有代志离开啊？马文来，咱开始吼。祈祷煞，囡仔即时汪汪叫，佫是后生，安尼较遮好啦吼。祈祷煞，囡仔即时汪汪叫，佫是后生。来，译文。祈祷煞，囡仔即时。你睇。囡仔即时汪汪叫，佫是后生。汪汪叫啦，吼，你若照伊飘音吼。汪汪叫。嘿，佫是后生吼。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来，译文。大家讲，上兄的上帝较有啥？好，咱今仔日读个较有啥遮吼？感谢两位。感谢。对安尼一字教，规帮感谢，好。感谢，拜拜。